有咩 Chanel 抵買咧？近期我覺得抵買嘅咧呢一個長盒子，因為只需要咧12,500蚊。咁咧佢係白雪雪啦，雖然佢有 use， 但係咧整體咧都好乾淨嘅，係個角咧會深色咗少少，同埋咧佢絕版嚟嘅噃，因為咧佢係 limited edition 嚟㗎，係啊，咁所以變咗咧呢一個咧就絕對唔會同人哋撞袋啦，而且長盒子咧都好裝得，仲有呢一個輕飄飄銀色嘅 flat back， 咁呢一個咧粒粒突突咁樣咧，印晒咧 Chanel 重要嘅元素啦，咁亦都係一個好舒服嘅銀色啦，大家銀色係可以當白色咁樣去襯啦，跟住咧仲要容量咧都好 decent 嘅，咁只需要咧15,300蚊啫。中意大個嘅話又得啫，呢個其實咧好實用，因為咧入面係一個勁大嘅窿，咁大家咧可以裝晒大家嗰啲好重要嘅嘢啦，甚至乎咧水咧遮咧都係裝得落嘅，咁而且咧價錢美好，14,500蚊，仲唔快啲上嚟旺角店試？